大家好，我哋今日嚟講下日章旗之謎。相信大家都成日都睇到一種黃底紅色嘅日章旗，但係大家都肯定會好迷惑佢嘅意義呢，究竟係啲咩呢？咁我哋上網睇下先，一啲所謂嘅明朝奇蹟，其實搜出嚟呢，絕大多數都係扯淡嘅，都係網民自己幻想出嚟嘅明朝奇蹟，歷史上根本就唔存在。咁啊，經常被用嚟呢，當成明朝國旗嘅日章旗，佢到底係啲咩意思呢？其實呢一種旗幟咧喺軍隊上面咧，佢嘅意義咧叫做指揮旗，可以喺民間嘅一啲傳統上面都仲睇得到，有人喺節日入面扮演神將，手持日章旗，然後上面寫住指揮兩個字。我相信喺倭寇圖卷上面出現嘅呢一種黃底日章旗，就係代表指揮官嘅意思；而喺城樓上嘅呢種旗幟，佢就代表值日嘅意思，又或者係代表船隻正在使用。相關嘅旗幟喺明代嘅版畫入面都係好多，而日月旗一齊使用則係儀仗隊嘅使用方式。喺軍隊上面都經常使用日月嘅隊旗作為軍隊嘅儀仗。而且我個人認為，歸義軍嘅所謂嘅三神旗，其實並唔係三神旗，而係代表軍隊指揮官嘅日月旗。佢同後世嘅日月旗係同一個定位嘅唔同發展。而類似咁樣嘅旗幟亦都出現喺其他唐代嘅壁畫上，佢並唔係一種好高級嘅旗幟。咁我哋最後再嚟睇下呢種旗幟到後來係點樣啦。呢種旗實際上到後來佢成為咗滿清軍隊嘅當值旗，而且呢種旗幟滿清相關嘅書籍對佢進行咗詳細嘅解釋，亦即係話喺執行任務嘅時候會放上呢種旗，如果唔執行任務就會換成另外一種旗幟。佢嘅意思只不過如此，冇好複雜嘅含義。而且滿清政府在初期使用黃龍旗之前，亦都使用過類似嘅旗幟，當成對外貿易嘅旗。而同時代嘅其他船隻亦都有各式各樣嘅旗幟，主要就係太陽、月亮、八卦之類嘅，都冇過深嘅含義，主要就係區分唔同嘅船隻嘅身份。所以同一個主題可能有唔同嘅裝飾，佢都冇特殊神聖嘅含義嘅，僅係為咗區分唔同嘅啫。咁明朝嘅旗幟到底係點樣嘅呢？如果非要說明明朝最高貴嘅旗幟，咁就肯定係大常旗。但係呢款太常旗實際上同真正嘅周禮嘅三神之旗都仲係有好大差距。咁明朝人自認為明朝嘅旗幟係點樣嘅呢？我哋可以睇到好多明朝嘅相關資料版畫。其實明朝人喺表示自己係明朝人嘅時候，就會喺呢種日章旗上面寫一個明字，或者直接掛一個旗子上面寫住明朝嘅明，或者直接掛一個旗幟寫大明兩個字，或者話自己係大明國乜嘢職位之類嘅。咁所以我哋睇到電視劇入面復原嘅呢種寫大明兩個字嘅旗幟，其實都唔能夠算係全錯嘅。好啦，今日就到此結束，多謝大家。